为旺达吹鼓面临的难题，特别报道取消来关心，各乡镇政府老人建树都想到民农成立国家自然公园，为了照顾规定的条件，规划5台起。虽然讲建筑、铁路、工厂、文产开发企业有限，都希望对外公布。我哋人建树希望公开嘅分期初稿，係嚟看得到旺达吹鼓地圖會有有限期嘅規劃，用民眾是受利。第二是用保育的河面上做開發的事實，也係變相為財團開方便之門。推動民農國家自然公園的想象，每個人有冇共樣？當時有談過啦，有談過啊，做安尼啊，國家自然公園啊，哎呀，都像安尼。媽呀，肯定公園這樣了咩？這裡反而變成是我們覺得很重要要去保護的地方。那其實不單單只是為在地，我覺得是整個美濃來講，應該都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精神指標。一方面發展遊憩觀光，一方面又做生態的保育。基本上我兩種目標基本上是互相衝突的啦。根據國家公園法第1條。野地發展成係保護國家特有嘅自然風景、野生動物同世界，還有提供國民娛樂同相關研究所設置嘅法條。但是依照國家公園法第11條嘅規定，為了人建樹依照土地利用形態同資源嘅特性，可以同民農國家自然公園劃作一般嘅管制區、遊樂區、世界保存區、特別景觀區同生態保護區，也5種土地嘅分區。如果分期統一資源，共生態保護同地方嘅發展更有機會。也喺人間數目公開嘅分期初稿項，還係有遊樂區嘅規劃。像係建築物、道路、工廠完全屬於開發嘅項目，也仲像係喺旺達古為財團大開方便大門嘅做法，令到本地方嘅人士感覺冇乜嘅錯。做橋、架馬路、各位做博，乜嘅全部做得，開發完全也做得。好，甚至連土地開墾、工廠擴充也做得，乃是用何必留下嘅政策法令的後門可以交俾，造成未來你喺開發管理的時候，去增加那種私人開發的那種困擾啦。我哋懷疑政府用入嘅資源，結果資源公園嘅規劃，來變入嘅開發嘅嚟嘅行為，我哋非常擔心講話，一個劃天資源公園係呢個假嘅。而土地鐵天嘅人士也係財團嚟進行一個開發，能夠整嘅，甚至我哋有懷疑講啊，一個係唔係未來民農水庫去恢復假使還款。旺達古係民農重要嘅水源保護區，就像係無碼嘅管制嘅一般管制區同遊樂區嘅開發項目，和民農居民相當嘅煩惱。比如硬地建設開發以後所產生嘅廢水同廢棄物的排放，某一部分區域地區嘅生物氣體受到破壞，以生態保護為強勢的旺達古，怎樣來行下去？如果未來有這個機會，它成立國家自然公園的話，它也不必然，也不一定要劃為遊憩區。也就是說，在整個土地分區裡面，經過我剛才講的。在地的大家共同的討論跟期待，如果認為這裡不需要遊憩區，那也可以不劃遊憩區。那如果不劃遊憩區，那說不定大家的疑慮就不會有了。唔相見假使開發下去嘅話，啲財團要佢嘅操作好麻煩嘅。過來我看法話嗬，喺冇搞清楚之前，最好不要去亂動。日前人間數公布嘅劃設分期圖。pour民眾煩惱嘅係，安尼做法係防騙財團嚟打開開發嘅大門。係咪來成立民農國家自然公園，係全民農43000人嘅態勢。地方嘅民眾經強烈要求相關嘅單位，一定來做劃設以後嘅耗費比較。係冇一旦開發嘅工廠破壞生態氣體，以保育為宗旨嘅國家自然公園，令到本旺達古面臨一場救都救唔轉嘅大災難。客家新聞真分子高雄報道。